大家好，作為前旅遊業 HR，咁啊，當年喺呢個19年左右呢，就有一個半職導遊突然之間有一日同我傾偈，佢話：我而家都30啦，我好想轉行，但係唔知點走。佢性格好外向嘅呢個人，又中意同人傾偈，廣東話、普通話都 OK。我聽完佢故事嘅背景，亦都聽完佢對自己性格嘅分析，我建議下佢，喂，不如你試下轉物流啊，物流 OK 㗎。咁啊，佢對內地市場有一定嘅認知啦，佢對內地嘅客戶亦都係對接有一手嘅。咁啊，結果時至今日啦，咁啊嚟緊就升經理啦，算係喺40歲前有一個幾好嘅發展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個故事呢，其實俾啲同樣係中年想轉工嘅朋友可以參考下。呢位朋友呢，咁啊，當年係因為覺得我收入唔穩定啦，而且佢仲係半職，加上佢性格都好外向，中意挑戰自己，但係同時間又希望有穩定嘅收入可以養家活口啊。我就同佢傾啦，我就話：喂，你旅遊業嘅經驗呢，其實喺對客溝通或者啲壓力處理呢，都同物流嘅某一啲崗位咧好 match 嘅。點解係物流業我會去推薦佢呢？一嚟係因為機會多啦，而且有好多嘢其實因為佢接觸內地嘅時間好長啦，所以好多嘢其實佢都唔需要全身去學嘅。有好多人都會話俾佢聽，而且佢有一定嘅人脈，因為好多我哋嘅 inbound 嘅團即係有好多內地嚟香港嘅團呢，咁佢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內地嘅朋友，當中包括一啲嘅富商，再加上佢嘅性格同埋語言優勢，入到去物流行業，只要佢可以將自己趴喺一個啱嘅位置，基本上就完美。咁過程當中其實佢都唔係見咗好多份工。咁而家佢就投身咗喺一間都大家嗌得出名嘅物流行業啦，亦都提醒咗佢一啲面試嘅重點。最重要嘅就係佢好感謝我，就係話俾佢聽應該點樣同對方巴緊佢嘅薪金同埋福利。咁都去到一個佢覺得非常滿意嘅程度啊！入職初期大家都有保持緊密嘅聯繫。因為始終佢都比較少喺呢一類型嘅職場嘅經驗，我都有俾咗唔少嘅建議佢。去到今日，佢收入同穩定都好好多啦，咁樣噶嘛，大家都有得閒出嚟飲下茶。我本人呢，就冇專業嘅生涯規劃資格嘅，但係做過好幾年嘅 HR 啦，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仔或者同事下屬都會揾我嚟做 coaching。大家叫做傾下偈啦，我會俾啲意見佢。坊間有好多教人寫下 CV 呢啲係硬技術，但係有好多咧就話俾佢聽，喂，我應該上堂學下點樣面試各樣嘢。我覺得呢啲嘢應該因材施教。每一個人嘅性格同喜好都唔同，再加上每時每刻嘅市場趨勢都喺度變緊，咁所以呢，我個認為嗰個策略同技巧都應該要有轉變，唔能夠一本天書睇到老嘅。如果大家即係有呢啲類似嘅疑問呢，我哋都可以討論下。我唔敢講教你，不過討論下，當係你分享你嘅故事俾我聽，我都非常樂意。最後想同大家講，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差不多40上下，如果想轉行，其實唔使驚嘅。關鍵係揾到自己可以做啲咩，你嘅優勢，你嘅同埋同個市場嘅大趨勢配合度喺邊一度。例如好似而家物流喺度政府推廣緊呢個綠色發展之類啦。如果你有呢一類型嘅經驗，基本上都係好吃香嘅，咁所以就如果你而家有轉工嘅煩惱，又或者聽過啲類似嘅故事，又或者你好想講下你自己行業嗰個情況嘅，都可以話聲俾我聽。我下集都可能會同大家分享嘅。咁記得 like 我啦，我哋一齊中年再出發，拜拜。